番薯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农产品，其中位伫新华的呱呱园番薯生态故事馆当中介绍了各种相关的知识，加上现代人愈来愈重视食农教育，为了互来参观的民众会使更加熟悉番薯，呱呱园也特别伫观光工厂周边种了一大片的番薯田，互民众会使亲手来体验挖番薯。18号上午，就有周边补习班的学生伫老师甲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，到现场亲手来挖番薯。会使看到每一位小朋友拢耍甲非常的欢喜，加上工作人员专业的解说，互因透过亲自动手来体验，更加熟悉番薯相关的知识。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教育的一小部分。那这样有个好处，因为一般来讲只有纸上谈兵比较没有意义。那实地操作又教他们如何吃地瓜，怎么吃地瓜，那地瓜的营养好处在哪里，这样很落实，而且他们回去以后还会跟爸爸妈妈分享，这个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。而且这样的方式可以扩及到很广的地方，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我们会每一年都在办，持续在办，只要是产季的时候。想要体验挖番薯的民众，会使伫假日的时阵来到故事馆，就会有梯厝会使体验。如果是平常日，会使来向因预约，只要满15个人以上就会使成团。我们假日来讲都有时段，都会公告在我们的网站上，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专线5902966，其实都可以询问的。那只要假日我们都开放一般民众，那平常日都要预约的业者强调，如果想要挖番薯，就要把握2月份到5月份的产期。因也期待透过安尼的动手体验，互更较侪人了解到台湾番薯的品质有偌好，是台湾重要的农特产品之一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